大家好，隨住氣候變化，極端暴雨頻率增加，城市內澇問題日益嚴重。大家可能都睇過新聞，大雨嗰陣時，地下停車場往往首當其衝。我哋團隊嘅探究目的就係希望研發一種智能吸水機，佢唔單止可以自動檢測水位，快速排除積水，以減少財產損失，更可以將呢啲好煩惱嘅洪水轉為中性冇味嘅非飲用水，實現資源再利用，提升社區嘅抗災韌性。在設計上，我哋運用咗物理同埋工程原理，考慮地心吸力。地下建築極易積水，所以我哋設計咗結合儲水池及潛水泵的系統。當洪水湧入嘅時候，儲水池會第一時間將水儲起，這不是一個容器，更具有沉澱嘅功能，將大型嘅雜質同埋泥沙先行沉降，將儲水池儲水量達到預設標準，污水便會自動導流至核心的吸水感應區。系統嘅大腦就係 microbit 控制器，我哋喺吸水區安裝咗水位檢測器。當檢測器偵測到水位達標嗰陣時呢， microbit 就會即刻發出信號啟動水泵。呢種自動化嘅設計呢，可以保障到喺冇人睇緊嘅情況下，系統都可以喺水浸初期快速反應，將污水精準地送出後續嘅過濾系統，避免積水範圍擴大。吸上嚟嘅污水會進入我哋嘅多重過濾系統，呢個階段嘅目標係去除小雜質同異味，確保產出嘅水質呈現中性。雖然呢個並非為直接飲用水，但經過處理後嘅再生水完全符合非飲用標準，這解決咗以往洪水過後的積水發臭難以處理的痛點，將公害變成了資源。呢個設計嘅核心競爭力在於環保永續。我哋唔只係排水，而係實現了雨水嘅循環利用。在乾旱或者日常時期，呢啲儲存咗嘅水可以用嚟淋花或者沖廁，顯著節省家庭同埋社區嘅水費開支。同時透過預防水浸，我哋多降低咗地下設施，例如車庫、機房嘅維修成本，展現咗極高嘅經濟效益。總結嚟講，呢部智能吸水機體積適中，無論係都市家庭、學校定係大型社區都好適合推廣。佢唔只係一部科技裝置，更係一種生活態度嘅轉變，將防災同埋環保結合。我哋相信透過呢種智能檢測與再生技術，可以成為智慧城市提供更安全嘅保障。以上係我哋團隊嘅彙報，多謝大家。